启程踏遍荒草，告别平凡，寻觅逍遥。掌中宝，心中刀，卸磨都不足道。孤身失恋，热血烧。在夜夜手写天照，千万去夜淡造化，千万年仿佛一场。修炼尘世中，愿周万事空都目送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修炼尘世中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来，哥几个喝。哎呦啊，这真好，躺着真好啊！来来来，喝啊！哎呀，这么带劲呐！妹儿啊，来，喝爆一个，喝一个。哎，你看这个。过来，老妹儿，哎，来，哎，别走啊！哎呀，来喝酒吧。参见少主，恭喜少主，血灵大法越发精进了。钟无，你做的不错，这些可就是这次灵寿山参加禁地试炼的全部弟子了。启禀少主，除了几个新入门的弟子之外，这些就是主力了。带队的长老也是咱们自己人，这替换死士的事儿，不会有人多嘴的。很好，这次禁地之行，你要尽量针对七大派的炼气期精英弟子下手。让他们多折损些人手，事成之后，门内保你筑基。少主放心啊！对了，小的结识了一个黄风谷的修士，他真实身份是千竺教的人，想获得主人的庇护。千竺教就是那些玩傀儡的吧？呐，有点意思。准了。那就让这场狂乱之宴开始吧。符箓一道，还真是博大精深，十不存一，那就只能以量补拙了。好在用灵草换了不少高阶符纸，靠着上次的机缘，用2株灵芝跟雷师伯换了2张丹药古方，再加上叶师兄的这些东西，看来这斗法一事虽凶险无比，却也是发家致富之机啊。千竺教，没想到叶师兄藏得这么深。可惜这本大隐诀只有上半部，若是练到高层，可分神控制上百傀儡，力压数名同阶修士也非难事。之前吴师兄就是被这些傀儡死死压制，灵力耗尽，才力竭身死。不知这作者大隐神君，又是何等精彩绝艳之辈？
阵法，傀儡灵宠，想做的事情太多了。这修仙一途，当真是令人欲罢不能。不过现阶段，学一门功法，快速提升自己的实力才是关键。看样子，是时候去找找我的那位师傅了。参见堡主。启禀堡主，属下顺利地以客座弟子身份进了隐月宗，可就在血色禁地试炼前夕，七大派决定只让他们本派弟子进入，属下被排除在外。又花了1整年的时间寻找所需的灵药，也一无所获。200年来，我燕家堡也就出了燕儿这么一个天灵根的天才，可他以我燕家堡的势力，居然连他需要的药都找不到。七大派的长老们都知道，谁控制了血色禁地，谁就控制了虚国修仙界。这隐月宗明面上与我们交好，但涉及嫣儿的事，却丝毫不肯行方便。话虽如此，但这修仙界也不止这七大门派。我此前结识了一位他国修士，有些本事。他声称可以帮咱们，但只愿见堡主一人。堡主愿意见见他吗？筑基期修为，却带了2个结丹期的护卫，看来你还真不是一般人呢。说吧，此来何事？见过燕堡主，在下此来是为了救嫣儿姑娘。他需要的一味药，生长在刚刚关闭的血色禁地，再一次开启，便是60年后了。非必要等60年，我有特殊功法，能起到同样效果，让嫣儿姑娘苏醒过来。苏醒过来？你想要什么？燕家堡的友谊。你若真能救得了他，燕家堡上下自然欠你一份人情。但要是你救不了，可就休怪老夫不讲情面了。燕堡主，您可还记得300年前之约？你难道是？弟子韩立，前来拜见师父。进来吧。师父，徒弟忙于修炼，许久未来拜见，还请师父恕罪。无妨，你刚筑基不久，是应当稳固一下修为。不过最近我可经常听到你的消息，你雷师伯对你印象也不错。谢师父师伯抬爱。前日我与吴师兄发现叶师兄是千竹教的奸细，冲突起来，幸得雷师伯出手相救。啊，这是千竹教所驱使的傀儡。此事你雷师伯告诉我了，
你做得很好。还有，吴师兄说看到了叶师兄与灵兽山的弟子有勾结，怀疑他们是魔道间谍。看来不光魔道蠢蠢欲动，连这七大派内部也是不太平啊。多事之秋，我们也必须未雨绸缪了。啊，快来拜见你洪福师伯。拜见洪福师伯。很好。看来师姐很满意了。果然如我所说吧，我这弟子虽然相貌平平，但是能力出众，十分机灵，而且像我一样足够稳重。那便这样决定吧。我先回去告知轩儿，这里就交给师弟了。哦，我来送你。师姐，听说您下个月又要闭关，需不需要我来给您护法呀？师弟倒是有心，不过不必多虑，我自有阵法护持。轩儿的事，倒是劳烦师弟了。啊。师傅，这是燕家堡近日要举行夺宝大会。好像还有什么大事件要宣布，邀请各派弟子参加。现在谷内多有风波，匀不出人手。我想让你和董轩儿师妹一同前去。承蒙师父厚爱，但韩立能力低微，恐怕会误了您的大事。哈哈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只是带他历练一下。不过这差事也不轻松啊。轩儿嘛，自幼娇生惯养，离开了黄风谷的保护，她修炼的媚术可能是会招来麻烦的，你一定要看顾好她。看来师父和师伯是想撮合我和他成为道侣，我现在哪有时间想这些事？不过看这架势，也不容我拒绝，还是趁机要点好处吧。师父有命，莫敢不从。虽然弟子刚刚筑基，实力低微，打不过那些虎狼之辈，但师父放心，如若轩儿师妹有难，韩立绝不独善其身。唉，无利不起早，也不知道这性子像谁。韩立，你随我来。韩立，你已拜师成为我的正式弟子，我却还未曾指导过你。为师的这些功法，你可任选一样带走。弟子正有求功法之意，谢师父。正好借这机会找找适合筑基期的功法。归元功、幻灵诀都是不错的功法，但是好像也没什么特别之处。附带的神通是护盾和幻影分身，这些清源剑诀里面都有。这银色树叶和风月身上的金色树叶太相像了，天雷子都没烧掉，肯定不是凡物。师父，弟子已选好，求师父恩赐。这小子倒是有些眼光，拿去吧，回洞府做些准备。严家堡一行，务必小心谨慎。多谢师父，弟子记住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将会获得新生。